今日我哋分享嘅呢一套咧，佢屬於係側面望海，所以佢望嘅嗰啲景觀咧會比較多層次，更加豐富啊。假如話咧係正望海咧，佢就咁樣望噶咯喎。正望海就咁，就比較單調啲，比較 dry 啲啦，即係冇咁豐富，各有各嘅好啦。依家目前咁樣一線望海嘅啊。大概價格去到65萬到70萬左右到啦啊！一啲即係一線海景嘅房啦，即係類似呢一棟咁啦，呢一棟正面望出去嘅啊。實際上有冇發覺到咧？呢度就沙灘啦，我哋落樓行幾步就冇幾遠噶啦啊。OK，Hello，大家好啊！有波記啊，波記啊，波記又喺萬科商業灣呢邊啦啊！上一集去到嗰個東海岸，今日嚟到呢個南海岸呢邊啦嚇，同大家分享一套兩房兩個套間嘅一套80個方嘅一個戶型啦嚇。咁我依家就係呢層樓嘅樓下啦。咁呢層樓望出去，大概就好似我身後呢個 view 咁啦啊。因為佢樓層高啲嘅話咧，佢就可以望得到我哋嘅嗰個海啦嚇。雙灣三海可以望得到啊。南海啦，中間個內海啦，包括東海岸嗰邊啦嚇。咁咧，呢層樓咧幾方便嘅，一落樓咧就有我哋嘅配套喺度噶啦啊，包括即係我依家正前方呢邊，我一陣間對換個鏡頭俾大家睇一睇啊，呢個位置一落樓買嘢食嘢嘅，全部都有噶啦啊，非常之方便，所以話萬科商業灣呢邊佢嗰個配套都係 OK 嘅啊。好啦，其他廢話唔多講啦，即時帶大家上去睇下呢層樓究竟如何？咁我哋喺上面見。好啦，我哋準備入去啦。嗱，一入嚟咧，一個星盤洗手盤喺度啦，嚇。再過到嚟。右手邊就係左手邊講錯咗，就係我哋嘅一個衣櫃啦。啊，呢邊一間套房，左右開工嚇。呢邊有間套房，我哋先睇呢邊啦嚇。呢邊係擺咗2張4床係1米半嘅。sorry 講錯咗，係1米2嘅床嚇，2張1米2嘅床。空調呢啲全部有噶啦。過到嚟呢邊一間衛生間啦 ，OK， 入邊大概就咁嘅情況。再過到嚟，我哋睇翻另外一間啦。呢邊咧佢就造成咗一個主人房類似咁，但係兩邊積數咧，大家都差唔多啊。只不過呢邊係擺咗一張大床啊，呢邊衛生間一模一樣啊。成個衛生間保持得都係比較新淨，包括成層樓都係咁啦啊。嗱，呢個位置我個人覺得真係浪費㗎啦啊！我都搞唔明點解要攞個咁大嘅位置嚟浪費。不過咧係有啲業主咧，佢就將呢邊一分為2，造成咗2間嗰啲單間攞嚟出租啦，收益會更加高啲。我聽佢哋講啊，呢邊係一個32方嘅一個超級大陽台。呢層樓最大嘅賣點，呢個係其中之一啊，32方，乜嘢都係佢啦。然之後咧，呢邊咧佢就擺咗張餐台啦，隔離就造成咗一個梳化啦、電視啦嚇。我見有啲業主，假如話你哋係買嚟自己住啊，呢一紮攞嚟做成一個開放式廚房，呢邊做成一個廚台喺邊，因為呢個位置啊，好多人以為佢衣櫃，實際上唔係。呢邊就擺呢啲噶啦啊，煤氣嘅熱水爐洗衣機。係擺喺呢個隱藏式嘅位置噶啦，所以好多早期波記喺呢邊上班嘅時候，好多人就將呢個位置做成咗一個廚房啦。呢邊就餐台啦。過到嚟呢邊梳化、電視機、地櫃第二個賣點就係呢個 view 啦。呢邊就係我哋講嘅叫做俗稱南門海啊。呢邊依家都係有好多人過嚟呢邊玩噶啦。今日係禮拜一嚇，今日禮拜一OK， 過到嚟呢邊呢層樓咧，第一個望海啦，望翻我哋內園啦呢個內園
非常之舒服，因為同我哋嗰個對面啲樓啊，樓間佢係好開闊，唔會話樓望樓形成即係好壓迫嘅感覺啦。除咗望內園咧，望翻我哋呢條內河，早期佢哋嗌做運河啊。平時咧即係到咗旺季啦，準備接近旺季呢邊咧，佢會開通嗰啲叫做咩好似威尼斯嗰啲擺翻啲小嘅嗰啲遊艇仔咁樣，一直係咁斜過去嗰一邊一期嘅全部連通嘅呢邊望翻我哋內海啦我哋嘅雙灣三海呢個內海，即係當地人俗稱嘅內海就呢邊。呢邊咧幾好玩㗎，一到咗退潮嘅時候，呢邊好多人喺呢邊執嗰啲貝殼類嘅海鮮啊之類嘅呢啲，即係趕海啊類似，即係玩呢邊。對面呢就咧潭躍後生啦、紅海灣啦，即係上一集波嘅拍嗰度啦。包括我哋嗰個響海177啦，反正嗰邊就東海岸啦東海岸就嗰集，呢邊咧全部就係當地村民住嘅地方啦OK， 出邊咧大概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啦。咁咧今日我哋分享嘅呢一套咧，佢屬於係側面望海，所以佢望嘅嗰啲景觀咧會比較多層次，更加豐富假如話咧係正望海咧，佢就咁樣望噶咯喎。正望海就咁，就比較單調啲，比較 dry 啲啦，即係冇咁豐富，各有各嘅好啦。依家目前咁樣一線望海嘅大概價格去到65萬到70萬左右到啦有啲即係一線海景嘅房啦，即係類似呢一棟咁啦，呢一棟正面望出去嘅實際上有冇發覺到咧？呢度就沙灘啦，我哋落樓行幾步就冇幾遠噶啦OK。呢邊今日我哋賣嘅呢個價格，一陣間同大家匯報。我哋跟住落嚟照翻老規矩重新展示內籠嘅情況然之後再同大家匯報下呢個業主嘅一個心態啦，包括價格啦OK， 咁我哋轉頭見。最後同大家匯報翻呢層樓嘅情況啦。嗱，我哋先由出邊同逐一同大家匯報啦第一個咧，呢層樓側面望海，望翻我哋嗰個呢邊嘅嗰個外海啦雖然話佢冇正面望得咁震撼，但係因為佢如果追求性價比嘅話，呢層樓就啱晒啦第一個外邊嘅配套，外面有咩咧？呢邊揸電動車，我指嘅揸電動車啦因為小區入邊咧佢有嗰啲嗌嗰啲電動車或者係嗰啲摩托車嘅，即係載客嗰啲啦，又或者自己掃碼嘅，自己掃個碼掃嗰啲自助嗰啲車到我哋嘅鎮上，大概需要10分鐘左右到啦，可以到鎮上嗰邊嘅街市啦、超市啦包括大型嗰啲醫院啦，全部就喺出邊，大概10到15分鐘啦，即係可以享受到所有呢啲基本嘅好豐富嘅配套噶啦另外一個咧，關口點過嚟咧？上一集唔記得同大家講，關口過嚟依家開通咗嗰個城市巴士直接喺我哋嘅黃貝嶺 H 出口，喺網上可以約網上可以有具體嘅，你哋係想知道嘅可以私信翻阿波記波記可以話俾你哋知。黃貝嶺嗰個地鐵站嗰邊提前買飛過嚟呢邊雙程嘅目前價格係去到88蚊雙程嘅車飛88蚊，大概係一個差唔多2個鐘到呢邊啦。如果關口到呢邊大概2個鐘。絕對唔會超過2個鐘，因為呢邊係屬於係惠州最南端嘅一個地方，所以亦都係最遠嘅地方，所以佢所需嘅時間會比較耐啲。呢第一個坐巴士，第二個喺過咗關轉車到深圳北站，然之後喺深圳北站轉高鐵到惠東南站，再轉我哋嘅嗰個巴士。而家開通咗啦，全部手機可以預約噶啦，開通咗巴士。
惠東南站到呢邊大概需要時間40分鐘左右到就可以到噶啦，即係落咗高鐵大概40分鐘到呢邊。深圳坐高鐵大概35分鐘左右啊，全程即係你過咗關之後，全程大概都係個半鐘，同坐巴士嗰個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呢個關於交通啦，同埋嗰個配套一個問題啦嚇。第三個就翻到嚟入邊啦。咁咧今日我哋睇嘅呢層樓咧，佢屬於係萬科商業灣嘅二期啊，二期呢邊。今日我哋睇嘅呢個積售咧係78個方嘅兩房兩廳兩衛啊，雙套間嘅一個設計啦。佢主要嘅賣點就係呢個32個方嘅一個超級大騎樓啊。餐廳客廳全部匯集於一身嘅啦啊，呢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咧，佢係望翻我哋雙灣三海個景觀啦。呢個海我仲有我對面一個內海啦，包括對面嗰個東海岸嗰邊啊，望得到比較豐富嘅一個景觀啦啊。呢個佢呢層樓主打性價比，業主實收價35萬啊，接近80個方噶啦呢層樓，你就當佢80個方啦，差少少啊，80個方35萬，買一個側面望海嘅，而且個朝向非常之靚仔，東南朝向啊，東南朝向。一啲都唔會曬唔會熱，呢個朝向非常之靚仔嘅。另外一個翻到嚟入邊自身嘅一個屋苑配套，屋苑入邊有華潤萬家超市啦，包括樓下嗰啲便利店啦，普通嗰啲食肆啦，反正萬科商業灣入邊嘅好多嗰啲細型嗰啲食肆便利店反正住喺呢邊嘅話咧，絕對唔會話餓親噶啦。買嘢新鮮菜啊、肉類呢啲全部可以買得到。如果你唔想出去，你可以手機買都得反正依家網購非常之發達噶啦，即係只要你提前買，乜嘢都買得到。包括你唔想買、唔想煮食，落樓下又可以自己去買得到食噶啦非常之方便。呢係第二個。第三個一般買萬科商業灣嘅大部分，我之前早期自己買嘅嗰啲客，佢同我講，主要都係以嗰個半度假半投資啦即係就房東咁嗰啲形式啦。好似我依家即係我哋今日睇嘅呢層樓咧，一直都係攞嚟俾酒店託管嘅包括成個萬科商業灣都好包括對面嗰幾個項目，大部分都係攞嚟半度假半出租俾酒店託管。收益嘅話咧，好似類似呢啲收益大概一個月大概係去到1000蚊左右有到嘅大概1000蚊左右到啦。因為佢唔係正望海，正望海嘅話咧，我聽佢哋講保底最少去到25000到3萬蚊呢個所以話佢一個點解佢個價格差唔多差一半，就係咁樣嘅原因，即係睇翻個人需求咯如果你哋想話嗰個60-70萬一年有大概3萬蚊左右嘅收益，你哋覺得嗰邊可以接受得到嘅，而且有呢個預算嘅話咧，嗰邊又可以波計都有嗰啲房源呢個咧就平啲，睇翻個人需求啦反正30零萬就係咁樣嘅，即係相當於買2間房咯，30零萬。平時自己唔嚟即係收啲租，做下房東就係咁樣啦另外其他就冇乜嘢啦呢條片咧就大概分享到呢度俾大家啦上方咧有阿波記嘅聯繫方式如果你哋有睇啱呢邊嘅，即係呢個區域，唔好話睇啱呢層樓都可以聯繫波記帶你哋過嚟呢邊實地考察啦呢邊相對嚟講比東海岸嗰邊風浪會細啲風浪會細啲，嗰邊風大，呢邊會風細啲。可能係即係佢嗰個地理位置唔一樣啦睇翻個人，即係我都係嗰句，聽人哋講不如自己不如自己過嚟實地考察，究竟呢個地方啱唔啱你哋，適唔適合自己，好冇OK 波記一直都會拍算盤，直到你哋擁有為止最後有嗰句啦，惠州買樓記得揾波記，梗係自實惠，多謝晒，拜拜。